各位歡迎收睇正在直播嘅中山新聞。首先嚟睇下新聞提要。琴晚市委書記郭文海唔打招呼，夜訪市公安局督導檢查值班值守工作、調研維穩工作。佢強調要全面深入排查化解風險隱患，揸緊揸實安全穩定各項工作，全力守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同社會大局穩定。詳細內容。8月17號晚，市委書記郭文海唔打招呼，夜訪市公安局督導檢查值班值守工作，並渴望慰問一線公安幹警，同值班幹警交流，調研維穩工作。佢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安全穩定工作嘅重要論述，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，堅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始終繃緊安全穩定呢根弦，以時時放心不下嘅責任感，揸緊揸實防風險、保安全、護穩定各項工作，全力守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同社會大局穩定。喺指揮中心，郭文海通過視頻系統實時連線部分鎮街公安分局，檢查重點區域治安同值班值守工作情況，詳細了解轄區當前最大維穩風險點係乜嘢，有咩具體措施，點樣及時發現、穩妥化解基層矛盾糾紛，並調度屬地安保維穩工作。隨後，郭文海主持召開座談會，聽取全市安全穩定工作匯報，研究解決當前公安工作需要協調解決嘅事項。佢強調要堅決扛起沉甸甸嘅政治責任，堅定落實好公安部、省公安廳有關工作部署，堅持早行動、早落實、早見效，以更嚴標準、更有力舉措、更大嘅聲勢開展雷霆護航專項行動，深化掃黑除惡專項鬥爭，全力確保全市社會大局平安穩定。要全面深入排查化解風險隱患，堅持源頭防控、系統治理，暢通同拓展社情民意表達渠道，聚焦關鍵領域同薄弱環節，舉一反三，深化風險隱患排查整治，切實做到防患於未然，及時將各類矛盾糾紛化解喺基層，解決喺萌芽。要充分發揮基層群眾自治作用，積極引導外來務工人員、新就業群體等力量參與基層社會治理，凝聚群防群控強大合力，構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。要強化社會面整體防控，加大重點部位、人員密集場所巡防巡控力度，嚴格落實各項安全保障措施，切實保障社會公共安全。要始終保持指揮調度體系快速響應、高效運轉，加強形勢研判、督導檢查、值班值守，不斷提升突發情況應急處置能力，壓緊壓實部門主體責任同鎮街屬地責任，落實好有關部門各鎮街主要領導一周一研判一部署工作要求，做到守土有責、守土負責、守土盡責。趙東航參加督導檢查。本台記者報道。曾經污水橫流、人人避之嘅黑臭河涌，如今變身水清岸綠、商氣興旺嘅網紅打卡地。東鳳鎮瑞城村嘅上集河通過系統水環境治理，唔單止實現水質從劣5類到2類嘅跨越，更以生態為紐帶，激活鄉村文旅消費，走出咗一條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嘅基層實踐路徑。河畔嘅文旅驛站係上集河環線上嘅亮點建築。呢座2層建築採用圖書館加咖啡店嘅創新模式。1樓咖啡館係往來遊客休息嘅好去處，2樓則係香山書房，書香同咖啡香氣交織，成為市民休閒閱讀嘅好去處。冇幾遠嘅荷花里文旅項目裏面，集裝箱式嘅特色攤位坐落排布，商戶李女士一大早就過嚟做開店準備。佢話自從搬嚟呢度之後，暑假週末高峰期，店裏面嘅生意經常爆滿。而家嘅環境係比上2年嘅話好好多啦，因為綠化各方面都搞得好好。你睇下我哋依個周邊嘅環境都係好靚嘅，所以春遊嘅時候都好多人過嚟呢度嘅。眼前嘅水清岸綠喺以前難以想像。上集河連接雞丫水道，早年間隨住東鳳鎮小家電產業蓬勃發展，沿岸人口同工業快速增長。雨季來臨嘅時候，居民生活污水通過合流排口同暗涵溢流入河涌，水質逐漸惡化，變得污濁不堪。2021年4月，東鳳鎮啟動咗未達標水體整治工程。至2023年10月，主體工程基本完工，上集河水質從原來嘅劣5類逐步提升至2025年嘅2類，實現咗質嘅飛躍。以前你話好好，即味道好大，即係而家即係話清得好多啦，住埋都舒服啲啦。
同時，瑞城村仲創新推出政府出地、村集體出資建設運營、社會資本參與嘅鎮村合作模式，打破傳統土地使用局限，盤活河岸閒置空間，為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河岸開發鋪平道路。如今以上集河為核心脈絡，當地通過綠道美化工程串聯起文旅驛站、荷花里、天后宮、露營基地等多個節點，打造出一條完整嘅一日遊環形經濟帶。包括我哋嘅荷花里啊、一周驛站啊，包括我哋嗰個叢林部落啊，呢幾個點推咗出嚟之後呢，就集體增收差唔多年50萬。從治污淨水到興產富民，呢條全長僅0.56公里嘅河涌，既係中山工業城鎮向生態宜居地轉型嘅生動縮影，亦係美麗河湖建設賦能高質量發展嘅鮮活樣本。下一步呢，我哋計劃引導我哋嘅村民啊，包括開設私房菜館啊、咖啡館啊等等呢啲項目，就係包括集體增收又好，村民個人增收好啊，能夠多點開花，增加我哋嘅村民群眾嗰種獲得感同埋幸福感。本台記者梁景文、顏文思報導。自8000萬工程實施以嚟，南區街道曹邊村持續將生態優勢、文化資源轉化為富民產業，吸引咗眾多創業者扎根發展。旅泊、潛水、特色茶館等多元業態集聚，成為遠近聞名嘅鄉村旅遊好去處。走入曹邊村，唔少遊客頭插簪花，着住漢服喺碉樓橋房前旅泊，老屋古巷氛圍感拉滿。呢個係曹邊7月新增嘅旅泊項目。簪花館主理人同記者講，自己4月嚟曹邊村遊玩之後，瞬間被村內豐富嘅自然風光同僑鄉建築所吸引。僅2個月嘅時間，佢就下定決心紮根喺村裏面創業。偶然的機會，朋友他說有一個村很漂亮，帶我過來轉轉。然後我們來了這裡，我就喜歡上這裡了，因為這裡有碉樓、有遠山、有橋房，我就覺得這裡也缺一個旅拍店，我覺得應該來這裡開一個店，然後讓他們在遊玩的過程中，通過換裝做妝造，一種沉浸式的體驗，把這種僑鄉這種美給表現出來。有唔少家長帶住小朋友體驗旅泊，佢哋希望能夠將僑鄉嘅美用鏡頭定格落嚟。我就坐在這附近，這裡很多橋房很漂亮，我想拍個照做個紀念。這裡景色特別好看，我拍得也特別開心，走到每條街都很容易出大片。依託天然礦坑打造嘅潛水營地係曹邊村獨有嘅特色項目，亦係南區街道8000萬工程嘅重要成果之一。呢度坐擁58畝水域，水下能見度達10米，係天然嘅優質潛水場地。營地既有零基礎潛水體驗，亦有專業考證等核心服務。未來將逐步打造為集咖啡休閒、文創體驗、田園露營、鄉村文旅於一體嘅戶外生活綜合體。曹邊村本身是一個文旅開發非常好的村，也是一個3A 級景區。我們從最開始只是想做一個潛水訓練基地，慢慢可以研發成我們可以做文旅、做旅遊潛水、做潛水營地。背靠着咱們曹邊村的文旅資源，人流慢慢也可以進來，我們只需要做好我們的產品。曹邊村呢幾年呢，環境越嚟越好，我哋都經常嚟，依家都唔使去外地啦，即係好方便咯。即係有陣時得閒就會過嚟，啲水又好清，仲可以睇到好多魚，真係好舒服。由百年曹邊學校活化改造而成嘅4時茶館係遊客必打卡嘅核心地標。政府斥資300幾萬元進行修繕，保留咗建築原貌同南洋風格。茶館將廣東飲茶文化同曹邊當地美食相融合，帶俾遊客獨特嘅舌尖享受。茶館自開業以嚟，人氣持續火爆，週末單日客流量高達3000人次。我哋喺2樓設立咗個曹邊村史館，跟住我哋喺成個空間入邊都結合咗我哋當地好多嘅藝術家，成立曹邊美術館，供市民呢邊可以嘆茶、品嚐當地美食，又可以觀賞到藝術啦，同埋咧感受我哋嘅村嘅文化。近年嚟喺8000萬工程嘅持續賦能下，曹邊村村容村貌、基礎設施全面提升，帶動農民旅深度融合發展。3年嚟累計引進30家特色商鋪，多元業態串珠成鏈，逐步構建起完整嘅鄉村文旅商圈。
暑假期間呢，其實我們也平均統計了一下，日均最高峰呢，或者就是可達到上萬人。這幾年大家每一次來曹邊的時候，都覺得哇，曹邊又有變化了。所以我們其實村幹部、村兩委也是一點一點的，就是每一步扎扎實實的把百千萬的工作我們能做好它，也希望能讓老百姓增收致富，也是我們最初的初心。本台記者湯家園、林澤偉報道。嚟睇東西部協作新征程系列報導。自2021年粵黔建立新一輪東西部協作關係以嚟，中山以技術、資本賦能六盤水嘅資源稟賦，推動當地鋁產業從外銷原料邁向全鏈條精深加工，打造100億級鋁產業集群。喺貴州漢榮益眾生產車間內，一條條高精度鋁務線產品從生產線緩緩輸出，即將發往東南亞市場。呢家由廣東遷嚟嘅企業係粵黔協作招商引資嘅典型成果。1100萬元嘅東西部協作資金為企業快速落地提供咗關鍵支持。我們這個企業呢，是24年3月份才來到六盤水，只要是製造鋁母線，還有鋁棒、大扁地，母線這一塊都是出口為主。一年的話呢，那個產值大概有25個億左右。中山工作組對於我們的企業有好大的扶持。據了解，六盤水市水城區有80.3億噸煤炭儲量，電解鋁產業基礎紮實，但長期面臨產業鏈短、附加值低嘅問題。而中山派駐六盤水工作組則致力於破解呢一難題。其中，中山火炬組團發揮鋁加工產業優勢，同水城區共同謀劃產業鏈佈局，搭建起電解鋁、鋁材加工、鋁製品3級產業鏈，同時投入協作資金，支持雙元鋁業技改擴能，建設新材料產業園。截至目前，水城鋁產業園區集聚上下游企業73家，其中20家嚟自廣東，當地電解鋁產能實現100%就地轉化。我們這邊的主業主要就是鋁加工，從電解鋁水到我們後續的精深加工，在我們整個這個園區內，基本就是完成了終端產品的一個加工，可以直接投放到市場，就避免了很多中間的環節。據統計，2021年以嚟，中山累計引導廣東企業到水城投資鋁產業4.82億元，投入粵黔協作財政援助資金2273萬元，重點支持標準化廠房等基礎設施建設，帶動當地超3000人就近就業。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廠房就是我們中山投入建設的。企業拿到這一個廠房的話，它每年實現的利潤將有5%用於我們周邊的衣服安置點村民的一個分紅。趙霞話：水城鋁產業年產值從2021年嘅95.54億元增長至2025年嘅161.66億元，預計2026年突破180億元。呢個係中山同六盤水跨越山海、攜手共進嘅生動寫照。本台記者湯家園、余德權報道。近日，薪火傳中山共繪新時代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週年社教活動月啟動儀式喺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舉行。活動圍繞孫中山先生誕辰160週年主題，陸續推出大師政課業務交流會、紅色研學課程、紅色小講解員培訓、送講座進校園等系列活動，令孫中山文化資源廣泛輻射社會各界。我們還設計了精品的路線，推薦這些教材等等，把這個共建呢做實，讓這個孫中山這個文化資源呢做到這個為公為天下，讓社會受益。現場仲舉行咗新一批管校共建單位集中簽約儀式。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分別同中山市技師學院、中山紀念中學、南朗街道欖邊小學、翠亨村4家單位簽署合作協議。未來各方將喺課程開發、師資共享、實踐研學、志願服務等方面開展深度協作。那這樣管校共建的資源就可以從紀念館當中延伸到學校，也延伸到了我們自己孩子的家庭當中，對孩子們的學習也是有很大的這種啟發。那麼對於孩子們的一個立德樹人啊，或者是建立他們的人生觀、價值觀，都有很正面的一個價值引導。本台記者苗卓賢、梁景標報道。今晚嘅中山新聞播送完啦，稍後仲會有城市零距離。